后来针对着立法院的新会期，民进党团今仔日宣布，将会继续来推动国安修法。讲述落来每一个会期拢是国安会期。那国防的这个调集委员辛碧荣，甚至点名前总统马英九，讲伊进前率领中国学生访问团所发生的状况，都是违反着国安的规定。那国民党的立委是强调讲，因会继续来推动对国家的国政、对人民有利的民生法案。国安的案件频传，共谍案件频传，有一些人可能是退休军人，然后有一些人甚至可能是前总统，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必须要先盯着。民进党团强势预告进入国安会期，包括着量化条例、反渗透法、治安管理法等等，要陆续推动执保国安修法。聚焦三大方向，精准打击公开透明加风险的控管。最时常在当中兼任的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而最后处罚的方式有可能要剥夺他的身份证，有可能是要剥夺他的退休的给予，像退将，有一些是要坐牢。包括着现役的国军向中共效忠在内，另外正在为各方立委提案加重处罚。但决定是另外要求设立国防专业法庭，由有国安专业知识的法官审理相关案件，以及去予南北联手红色骨力版立委去中国申备法案。光博洋被挡了28次，那其他我们的委员呢？其实我也包含在内哦，也是挡了26次哦。国民党的委员们哦，请不要再挡国安的法案了。国民党团也当来讨论是不是要改变红色的策略，同时嘛要强化民生法案来迎接另外的国安法案。当民进党想尽办法用国安法案啦，还是说去扰动意识形态，只是为了要鼓吹大罢免，那我们总是要继续推动我们自己国家的国政跟对我们有利的民生法案。那民进党是强调会严格审视把关相关的修法，本会期的正面对决，嘛互罢免战更加紧张。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